谢上专业的气象的报道，咱就继续来看这个苏拉风台加过台湾南部的海面，这个南部地区是进入到戒备的这个状况。做风台的期间，佮拄好拄到年度的大漏水，高雄基丁这个地势较低挖海的所在出大水，讲这个菜市仔拢是水，水是淹骹目，都袂输是水上的菜市仔共款。但是今仔日是7月半，爱拜公妈，爱拜好兄弟啊，所以婆婆妈妈只好是这个闭裤骹撩水买菜。就亲像水上市场同款，规条路拢积水，不过当嘛是无受到影响，大声化肥做成绩。拄着迄个715个风台啦，唔安中安尼管啊，我今仔就冲报来，唔知无我冲我来啊。水这么深，会不会还是有一点担心啊？是怕没客人而已啦。昨天有些婆婆妈妈就买回去啦，他们应该也知道会涨潮。是中元节嘛，大家都要拜拜啊，所以说的话，一定会来采购啊。我今仔日无想要行入，拢就外口。想要买物件民众撩水看行，水位嘛淹到脚肚这么悬。因为大潮缘故呢，在旗津的公有市场这里，其实可以看到整条马路都已经成了水路，而不少民众为了买菜还是涉水进入。中原普渡这天拄到大漏水，互头家人客拢真无奈。一只出怪车辆，请若骑过去，水地喷真悬，烦恼民众有危险。渡轮站的，请往前2个路口。日头广播放送，警察嘛加派人力，爱大家社会拔掉落去。年度天文大漏水，搁撞到风台天，风险是倍清，所以除了沿岸所在，住伫咧地势较低所在民众，嘛拢爱提高注意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